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位艺人吴美人宣布要来选台北中正万华区的立委。伊讲伊无党的包袱啊，伊讲伊是万华中正区的一席之选，讲伊就是万中选一这党。吴美人进前2020年捌做过宋楚瑜竞选的发言人，啊2022年是替无党籍的台北市长候选人黄珊珊徛台辅选。刷落来，是毋是会寻求到政党的合作呢？吴美人讲，伊离每一个政党拢有好朋友，啊要参选的决定嘛拢已经有讨论过了。万华中正的一时之选在这里。宣布要来拼中正网界立委，家庭吴美人穿歪写字甲外裤，天生打扮开记者会说明，真正嘛伫咧人面前抛出无难事，要来表达伊决心。讲到乱世百姓有偌苦，军备搁爱家己买，强调家己决定要选立委，袂伤过头复杂，是有斟酌想过。花木兰从军，虞美人从政，听起来好像还蛮搭配的。那这也是我的马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是这外位。T 尾要骑 T 尾，伫咧街仔路洗透透，甲民众保暖。不过伊捌伫咧2020年担任过宋楚瑜竞选发言人，2022年捌替无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黄珊珊徛台。即摆伊要参选，感觉已经甲民众党瞧好势啊。我不是总批发，也不是总代理，所以每一个政党的理念，我认同的是它单一的议题，请不要把我包裹式的丢到一个人的身上，所以我重视的是他的议题，而不是他是哪一个党。如果有人谈和平，那就跟我的理念相同；如果有人能够专注的谈能源政策，那也跟我的理念相同。啊，即马中正网界除了民进党现任议员吴派耀、国民党张小平、桂朝咸，即马吴美人碰到宾气的背景，嘛要来参选，和这场立委的选战高添变数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